今日個 pace 有啲緊張，去咗幾次廁所啦已經。揾你兩個喺前面啦，梗唔得啦，我跑唔到㗎。我前日先跑完12K， 我跑完14K 喎。就完啦，就完㗎啦，加油！追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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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追唔到。今日好濕啊！今個禮拜都會好濕啊，其實。阿鐘一停咧 ，Ronald 出交覺得可以停。係啊，喂，教練嘅重要性啊呢個。不過我發現咧，佢次次話可以停嘅時候，都仲可以講到嘢。講到嘢係正常㗎嘛？係。你今日未叫啊你？臨尾有啊？飛先叫冇用。臨尾好有力啊！你今日做咩停啊？自己跑咪。係咪因為阿 Jo 停，所以你覺得可以停啊？我想今日停呢個位都同你係一模一樣。我4星期訓練10K嘅計劃，我2星期得咗，我2星期炒咗，休息下先。你今日其實係真係有啲攰嘅。星期日就陪我學生跑咗，星期六我做咗6隻800，2、4、9至2、5、0一圈。到比賽嘅時候一樣嘅狀態，有得捉就 OK 啦。